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这边要来讲数数。要讲到数数，大先爱明白春晓的性质。进前捌讲到优姑列的分法，一条数 R 分予另外一条数 B， 得 Q 剩 R， 安尼。数学的符号要来表示迄得数，就简单，写做 Q 平平 R 分予 B， 取迄便宜较细的整数。要来表示迄剩数，就废去。一般的是写做安尼。在读的时，读做伫发数是 B 的合同算术 R 无各样 R。当要来探讨剩数的性质，安尼写无利便，通照电算的符号写做安尼。迄个爬线的记号是分了取剩数的意思。照优姑列分法的规矩 ，R 分予 B 的剩数，平平 R 减得数乘 B， 这放伫边头通参考。检菜有两条数，车甲礼。车分予 B 的剩数，叫做 R 车；礼分予 B 的剩数，叫做 R 礼。要来看车加礼分予 B 是偌济。按优姑列的分法，车平平 Q 车乘 B 加 R 车，礼平平 Q 礼乘 B 加 R 礼。所伫车加礼分予 B 的剩数，边边 Q 车乘 B 加 R 车，加 Q 礼乘 B 加 R 礼，安尼分予 B 的剩数。甲取剩数的法度褪开，小整理一下。整数通为取整数的算子内底摕出来，搁整理。头前4项取消去，所得就是 R 车加 R 礼分予 B 的剩数。甲车甲礼放倒转，可见3天了后的剩数，就是剩数来3天。顶面所演绎，甲天换作减，理路也有通，就是减了后的剩数，可比剩数来减，嘛通看乘了后的剩数。甲车甲礼用优姑列的分法来记，乘法褪开。照顶面所讲，3天的剩数就是剩数来3天。看头前两项，头一项 Q 车乘 Q 礼乘 B 的平方，这是 B 的倍数，所以伊分予 B 剩数是0。第二项 Q 车乘 R 礼加 Q 礼乘 R 车来乘 B， 搁分予 B， 这剩数嘛是0。分予 B 的剩数了后，搁来分予 B， 所剩犹原无改变，通甲第二个分摕掉，就是3乘的剩数可比剩数来3乘。同一个法度来推演，历程嘛是安尼的结论。看两条自然数 R 甲 B， 设使 R 的额固定，来看无同的 B 会造成什么效果。检采 R 平 B 较细，通写做 R 平平0乘 B 加 R，R 伫0甲 B 中。咱讲优姑列的分法有唯一值，当找到一组，所摆若是 R 平 B 较细 ，R 分予 B 的剩数就是 R。为这会使来演绎一个别问题，若是 R 是积 ，B 平积较大的组合，就知积分予 B 的剩数就是积。先甲这条放伫边头通参考，咱转来继续看固定的 R 的组合。设使 B 平平 R 分予 B 的剩数是0。设使 B 是积 ，R 分予 B 的剩数嘛是0。就简单 ，B 伫积甲 R 中的组合，也毋知迄剩数是啥物。检采是0，检采毋是0。准讲一条一条的 B 来检查 ，R 分予 B 拢毋是0，安尼 R 就号做素数。
用数学话来写。准讲有一条自然数 r， 要讲 r 是素数，就是把7到 r 中的自然数一条一条摕来分伊，剩数拢毋是0，安尼 r 就是素数。一条自然数若毋是素数，就叫伊合数，就是通找到一条码伫7甲 r 中，互 r 分互码的剩数是0。看这素数的条件，7到 r 中的数，逐条拢爱摕来分看卖。准讲 r 的额差不多1000遐尼大，就有1000条数爱检查。准讲 r 的额差不多100万遐尼大，就有100万条数爱检查。r 哪大，爱检查的条件就哪侪。条件哪侪，要下遮的条件的数就哪少。也久甲到一个坎站搁起哩，条件已经伤严，就无法度搁找到搁较大的素数。这个问题伫希腊时代尤古列就捌研究过，伊的结论是素数的额无限。要证明的法度是热力法。准讲素数的额有限，咱通甲所有的素数一条一条写落来，随条号名，叫因8、1、8、2、8、3，等来生一条数 r， 互 r 平平所有的素数3成，搁添7。若无 r 是一条素数，若无 r 是一条合数。若 r 是合数，就通找到一条素数，甲伊交分。咱通一条一条来检查，先看8、1，看敢有法度甲 r 交分。r 分互8、1的剩数，就是8、1乘8、2，直直乘到8 n， 搁加7来分互8、1的剩数。头前3乘迄是8、1的倍数，所以伊分互8、1的剩数是0。剩第二项7分互8、1的剩数，之前讲过就是7。就知 r 分互8、1的剩数是7， 8、1无法度甲 r 交分。同款的法度检查8、2、8、3、8、4，逐条数数来分 r， 剩数拢是7，拢无法度交分。既然找无一条素数通甲 r 交分，就知 r 毋是合数。r 若毋是合数，就一定是素数。咱拄则讲，素数拢写落来号名。r 若是素数，伊是咱列单内底的倒一条咧？通一条一条检查。r 毋是8、1 ，r 毋是8、2 ，r 毋是8、3。事实列单内底的数无一条甲 r 相像，就是讲找到一条素数无伫咱的列单内底。这和咱正前所讲素数拢写落来有冲突。安尼按热力法，头起初所讲的素数的额有限是毋对的，也就是素数的额无限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